继续来看华人哦，当大门夜市啊，嘛互风台扫甲路惨惨，真侪店家加速路平常拢扫歹去，损失几啊万块。店家讲哦，即卖歇热人客有遐济挂咯，又过去拄着风台，实在是真惨哦。华人的市区四界拢有空棒落来，树啊倒去，和平车头阁有和平村哦，嘛有淹水的灾情。还有1-2万块哦。业者手比的这台炉一台按2万，即马规拢火化去，冰箱门也被吹甲规拢落来，顶盘碗也甲规涂骹，这是东大门夜市受损上严重的打，是卖萝卜饭、猪血汤。我都现在没办法整理啦，乱七八糟的。花莲地经过控诉控3地动了，观光业将凄惨，总算等到休热人较侪，搁拄着风台，业者讲唔知要安怎过。1个礼拜以上，好不能做。1个礼拜以上，而且那个地震也都没生意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暑假人家也不敢来啊，一直在地震，现在又台风啊，以前好几千就都做几百块而已啊。秀林乡的和平车站雨落归暗，超过排水的负担，规条路拢淹水。和平村早起风雨也是真大，行路拢徛袂在，真侪所在水淹甲真严重。淹到轮胎那边有好几台车都淹到水了。凯米风台带来强风大雨，扫过花莲，有看板雨风吹甲摔个涂骹。已经停业一段时间的南路湾饭店，厝顶的铁皮挂强要落来，互人看到就惊。停伫咧饭店下骹的车赶紧刷走。还在下雨，还在那个的话，怕会掉下来，怕到时候又砸到了，很危险。树仔雨风性甲挡袂牢，连滚规丛拢挽起来，倒伫咧路中，造成花19线无法度过。新城乡公所赶紧派清洁队来整理。中美路中油加油站一丛正大丛的青亚洲也被风吹甲倒来，要刷走要6点钟。目前我们清洁队的所有人员都目前正在抢修，那可能预计的时间大概要6个小时以上。花莲真侪所在团出灾情，花莲县灾害应变中心早起开凯米风台灾后复原会议，各军的人力甲器材也拢已经传好势，提供支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